大概係我次郎啊，咁咧聽日就跑快活谷，咁就係啦。呢條片都係講呢個 AI 俾貼士嘅，咁就記得啦，幫手訂閱我哋頻道先，咁就我哋先有動力再做嘅。咁啊，一貫成績都 OK 啦，咁啊嗰個 AI 個準成率都幾高嘅，咁就係啦。事不宜遲，講下先。聽日第一場第一隻係1號嘅魔法速遞26%，第二隻係7號嘅金義德25%，第三隻係2號嘅龍澤飛駒24%，第四隻係10號嘅無極勇將23%。第二場啊，第一隻係2號嘅北海道26%，第二隻呢就係1號嘅建測群英25%，第三隻係6號本領非凡24%，第四隻係5號大太陽啊23%。到第三場啊，第一隻係1號武林寶典26%，第二隻係9號良區好友24%，第三隻係12號嘅電信驕陽23%，第四隻係6號嘅妙玲瓏22%。到第四場啊，第一隻係2號嘅智合拍25%，第二隻係1號運來五寶24%，第三隻係7號嘅雷神太保啊23%，第四隻係6號嘅喜眼光22%。到第五場啦，第一隻係7號青春力量26%，第二隻係1號卓越善風24%，第三隻係6號君志成啊23%，第四隻係5號凡凡有餘22%。第六場啊，第一隻係3號飛輪霸25%，第二隻係5號飛龍在天24%，第三隻係6號宜昌精神22%，第四隻係12號小王爺21%。第七場啊，第一隻係1號超超比25%，第二隻係9號嘅銀進24%，第三隻係5號平凡騎士23%，第四隻係4號呢隻喜蓮勇敢22%。到第八場啊，第一隻係2號超力量啊24%，第二隻係1號啊風雲武士23%，第三隻係6號安康萬里22%，第四隻呢就係10號富國兄弟21%。到第九場，第一隻係3號智勇名區25%，第二隻係6號農民邊影24%，第三隻係2號清風萬里啊23%，第四隻係8號星價22%。咁記得啦，賭馬冇必贏噶，咁記得小賭怡情開心賽馬啦。咁啊，記得支持我哋啦，咁啊訂閱我哋頻道啦。咁多支持啊，記得留意下一段片啦，多謝晒。